当你没来的图标，你说我拜拜游戏可以 Steam 哈啊啊哈。哎呀，我今仔日在梦又讲好久，我动梦想。我用早顿呢，小小去，等人家去食。迄片到月底就无讲过，那安尼，今仔日敢若是月底呢。我今仔日去问伊，今仔日我甲你倒问着讲啊，我即摆留话互伊。
呢，毋过敢若有人嘛是，就是其他的人敢若嘛会收 Steam 的礼物。I don't know。其实我毋知影要安怎送人礼物的，还是我来试看觅，我来看觅，送礼到底是？凊彩试者。送礼到底是安怎送啊？我感觉我就是天气冷，我的电脑拢对咧冷起来啊。好，过去上班加油，Ruby 在牛仔。爱知影口舌，口舌是，哎呦，我来看觅，是安怎学？我嘛拄起床呢。敢是加迄落，加朋友就会当送礼物啦。啊，加朋友敢是？其实嘛袂知影朋友的啥物物件。好想交朋友哦，这应该。就是你嘛袂看到你朋友安怎啊？对吧？我毋知呢，来研究者。一下。食早顿呢，我打起床。我今仔日的早顿应该是，我早有去迄落买两饼皮冷冻的迄种。我有鸡卵，我应该是煎起来食。毋过我想讲，你今仔日踮伫休困，大家拢当去上课啊吼，毋是上课啊，大家拢当去上班啊吼。所以恁就会当休困啊。我想去听茶，好无？这两项物件阮兜拢无，所以即马拢无。那你们哪哟？那你们哪？对啊，会当食外面哦，鸡卵啦。不过我毋知影我的鸡卵到底歹起来袂呢？我实在是较惊这，因为若是卵歹去甲拍开，有够恐怖。我想要去听茶，等我去听茶转来。等我者，小等我。等我者哦。
好呢。哇！卡铃铃。哎呀！我即摆的椅啊！我伊刚毋是有讲我换一个椅啊？啊，这条椅啊足寒呢，毋是足寒，椅啊较悬啦。啊！伊啊足悬，我足寒。伊啊足寒足恐怖的，伊啊足寒，我足寒。我是感觉应该会使啦，加一个朋友应该。毋是，我已经甲表讲问啊。当表讲困醒，应该就会当甲大家讲啊。一首，就是你嘛会当推荐，就是你嘛会当推荐啊，或者我会当。若是我有兴趣，我就家己买的即个意思。手表，敢若昨半暝啊足寒的，即摆敢若有较好呢？即摆敢若有较无遐冷啊？对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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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哟！我算到有压力哈？什么？等下。我敢若算正常算迄落润的时阵啊，会惊。我嘛无，就是嘛袂感觉伤心，是伤心吧？我咧讲啥？嘛袂感觉。哈？
你就是想要送我迄块游戏，你讲lợi潤？lợi潤的，就是第1集到第4集我攏已經買起來啊呢，全部買落啊呢。到底在讲啥？我才看啊，好，好，是讲恁平常时敢有咧使用 PTT 啊？因为我平常时是用手机啊咧，啊，毋过即几工伊讲爱绑，就是电脑诶，爱用电脑。就是爱用电脑先注册啊，用电脑先用 email， 啊，不过我也还袂用。公力，我感觉我应该有较清醒啊，一点啊。昨昏伤晚困啊啦。无啦，我就是反正就是爱新的政策爱更新 email。哈哈，永贺啊，8点，做工快喽！朴树，我嘛要来做我的手表啊，一礼拜
拜开4台，挂今仔日4台。大家上班上课加油！唔免上班上课，这个时间应该爱继续困呢。我甲恁报告一件代志哦，就是啊，等呢，我这开了，要去洗身躯。实体战牛仔，开工恭喜！对，我要洗身躯啊，等下要洗啊，因为我发现今仔日敢若有较烧热一点啊。头拄仔出去停地时阵发现的。一下，开始感觉就是有一点仔喵喵，啊，绝对毋是我的问题。是这几天天气伤冷啊，所以穿衫穿较济。我尽量嘛会就是穿迄个乌乌的迄种来甲。会感觉喵喵，哈！你知牛仔？我有讲我等下要去洗身躯啊。啥物是 MK1？ 搁有只牛仔，天气足冷呢。你若是看到这个姑娘啊，行伫路顶，天气足冷的时阵，恁敢会？恁讲？会感觉伊伫路顶暗号，足毋甘的，讲到家己讲袂出来啊！什么草草？无草草啊，我胖胖诶。
我真正胖胖啦。有出日头就袂遐寒着啊。这几工，我昨嘛有日头啊，我昨的日头就上假呢。你去外口嘛是足冷的。风头，毋过我地票内底无出去啊。鼻胖胖，即马随时都有胖胖啊！我甲你讲。讲要做封面，做到即毋是封面啦，讲要做手表，做到即马连图都还未叫出来。手表，水けた。对呢，这礼拜是日新的第20礼拜开始。好，就做你无用，手表。高中生毋知搞啥？甲你放假吼？想讲你想到这个时间，搁伫遮咧。对，各位啊，我成功第20礼拜开始呢。2月13。12号是我的生日开始呢。我来。我即马咧找图，我的生日开始。我来想看觅有啥物会当讲的哦。我想要哈久。啊？唱不出来，无唱啊。邀请其他好朋友来送。生日嘛，就是爱人做闹热啊，安尼。
无呢，我无算口爽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应该袂对啦。啊，而且若是有一天，我着1000万，我毋知影我会安怎呢？我感觉就是，毋是啦，啥？就是会毋知影要安怎。你会袂讲？你会袂讲咩？但毋是，我看到路上，我想，着我拍一个号，啊，毋过我讲话讲到一半，我真仔还袂醒，困过头啊！你啥物会困过头啊？我今仔日嘛是困过头呢。有够好笑，我全7点半的，毋是啥嘛，7点20的乱情啊。结果我想讲啊，搁困一下好。结果我后一摆拍开我的手机啊，看着时间一样是7点34分啊。原本是7点半。有小兄，嘛有兄是弟弟啦。啊，毋过有诶时阵拢会感觉讲，也是其实伊较想要做妹妹，啊，咱一直甲讲弟弟。我都有甲讲啊啦，叫伊惊我袂记住，啊，做伙去问着讲。哎呦，是啊，
考到大奖就免做 VTuber 啊！啊，毋过安尼恁会伤我呢？对啊，我之前我昨就是咧，甲你来因开讲的时阵，就讲到这件代志，就是毋是有的人啊，因会伫海神的时阵，因伫海神的时阵送迄个考考送。啊，万因伫海神的时阵考到1000万，要安怎啊？其实免1000万呢，考到10万的，哦哇，安尼。那是伊，对啊，伊的直接就是关台咧，啊，甲伊的所有迄落 SNS 拢关掉。对啊，而且那足恐怖的呢，若是因无说你得奖，直接办毕业典礼。多谢大家，今日海神就到这，未来嘛无其他海神咯。对啊，我拢想讲，而且有诶毋是爱扫顶面的 QR code 去领奖，啊，若万一迄 QR code 互人看到，要安怎？伤我无聊，若是我着1000万，着1000万会当创啥？直接去日本佚佗，毋是伊摕到奖金应该嘛无遐紧呢，还是伊是随摕到？应该毋是啊，敢莫会纳税？迄敢莫纳税啊？我足久无买啊，还是我会倒去买一张？啊，若是我明仔载海神无出现，就莫来找我啊！无啦，毋是，应该袂啦。而且，我伫迄啊，倒位？我伫Dcard顶面看到有人，啊，一直拢会洗身躯，看到有人讲就是伊着啊，迄敢需要身份证？得奖了后才需要身份证对无？得奖了后叫庙公去领。无辛苦啦，我即马在思考，我着1000万了后会当创啥？有身份证才会当领哦，哪会这麻烦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若是着1000万，我着开10万块叫庙公帮我领奖。对啊，我就叫庙公帮我领啊，10万，甲人代替人领奖，以后就当免洗身躯啊。啊，那你敢若袂歹呢？逐工投资。哦对，就是我的朋友啊，有问我讲，那你敢有要买？你今年敢有要买？迄个考考送，伊伫门口，迄个彩券店的门口，啊伊就讲，你敢要试一下运气，试看卖？我讲我无爱，无啥物运气。啊，想咧，我甲讲，毋对呢，你袂使讲敢要算看卖，也是讲试看卖。你爱讲，你敢有想要投资？你敢有想要投资？请大家解一下，自动洗身躯会使叫人帮我洗，毋是这问题吼。啊，若是
我有1000万，我要上你买一台烧气，就是想买一台，互我会当温暖的物件。安尼我就会较愿意洗身躯啊，应该是啦。他们。主动洗身躯，毋是啊，因为你也毋知影放伫倒位，买一台。毋过因为感觉一年内底买就是会用着，真正会用着嘛，无啥物时间，无啥物。毋是啊，买迄个烧气就是逐工温泉还是买温泉？买温泉1000万应该买袂着呢，即马土地较贵呢。不过迄烧气实在是，感觉一年无用几工啊，对无？若是一年无用着几工，咧洗毋是咧洗，买着敢若足无彩。虽然讲，若是天气愈冷，你有一个烧气，应该是真爽的代志吼。刚浸过温泉，我原底去台东的时阵要浸温泉，结果迄个温泉其实是饭店内底迄种有咧浸 SPA 的店。是安怎？你知影？你有买过哦？有温泉的土地应该是拢互买去安尼，若无应该就会伫足山顶。假温泉毋是，根本我发现，就是其实无人甲我讲有温泉，其实无人甲我讲有温泉。因是叫我早游泳衫，讲遐会当游泳。我头壳内底自动就想讲，天气冷，游泳衫，温泉安尼。台东有野生的温泉池，有房就是有厝内底是有遮温泉讲的。那安尼我敢袂当纳钱去别人兜洗身躯啊？我咧找 bubble， 我要来做一个有 bubble 的手表，安尼就会当证明我有洗身躯啊。野溪温泉哦，我敢若嘛无去过呢。我是安怎听起来有点恐怖啊？就是敢若会互冲去无人熟悉的所在。好，过去加油！
这讲是迄啊，就是开工头前几工的时阵拢会，因为过年休真侪工，啊就较无用。大家敢有即个困扰？这敢算是困扰？做工课的所在，阁有工课互家己做，应该无算是一种困扰对无？整理了才会当跑，什么意思？整理是讲迄爱整理。倒一个是第一天啊 ？Sunday,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 Saturday, Sunday。啊，刚刚不是安尼，是 Sunday,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 Saturday, every day。对，做工课就是困扰。的溪水哦，会烧烧，哇，那你个乌空呢？是讲安尼烧烧咧1000万，敢若无够用呢？你个爱买烧气，个爱，哎呦喂，个爱整理温泉，个爱买厝。泡水，对我头拄就是想讲，敢毋免纳税，因为若是着发票，就爱纳税。啊，毋过考试毋知影敢莫纳税。1000万甲700外万，敢若着差真济安尼。论证真熬早，即摆咧讲，就是。若是我着1000万，若是我着1000万，就要走路啊！对啊，洗身躯伤贵啊！你拢毋知影洗身躯，无洗身躯是咧省水省钱，而且则袂感冒啊！莫洗身躯，爱地球，是安怎会洗甲感冒？我哪会知影是安怎会洗甲感冒？我哪会知影会感冒？啊，着逐摆洗身躯拢感冒，这敢是种巧合？哈？澳洲人袂洗身躯，是哦。古早
时代的欧洲人袂洗身躯哦。啊，不过我有呢，我有洗身躯呢，就是洗甲较少尔。最近天气真冷，上要洗身躯啦，都无适合啊。谁拢硬要伫无适合的时间做这种代志咧？对无？互恁看我即摆进度。欧洲人会洗，久久洗一摆。啊，我嘛是久久洗一摆啊。啊，虽然我毋是古早的欧洲人，啊，毋过有洗就好啊啦，莫要求遮尔济。毋是呢。哎呀，用水强强。用水强强的其实就是洗身躯丸呢。若无洗身躯丸啊，洗身躯就是用水强强的。要求遮尔济。敢会就是逐摆若是有人入来，啊，听到拢爱讲洗身躯，话题。我想讲，其实就是洗身躯的代咧，人拢是臭的，哈？我是芳的啊！你讲啥？啊是你是讲迄阵的人拢是臭的？这我就较毋捌啦，我无去过迄个时阵的欧洲。而且是芳是臭，应该是就是咱后来才知影，就是到底是芳还是臭的，对无？迄是学习来的。哎呀，臭臭，你臭臭，我芳芳，你臭臭。大家放心，基本的就是洗身躯这个概念吼，有嘛是有的啦。啊，那你这古早人真有道理哦。就是莫洗就会有一个保护的物件嘛，你逐工洗你就想要清气啊，对无？你看，讲这洗身躯就较种啊。鸡仔用刷洗身躯，我食鸡仔代表我有洗身躯。鸡仔帮我洗身躯啊。较种一个，恁敢有这个经验，就是较种了后，你就会感觉，足酸的，就是骨头要散去的感觉。我头拄仔就是安尼。
日是正月30号。足紧的，安尼就是今年的正月就搁过啊。虽然讲新历的，啊毋过就是对啊，搁过安尼。搁是啥物代志拢无，就是啥物代志拢无做好势的正月。大家拢洗尻川的意思是无？我知影有足侪球的迄落池啊，我足介意迄呢，就是会介意耍球，介意甲囡仔做伙伫内底。即摆的主表是洗身躯主题。你要讲什么恐怖的代志？哎呦！哦哇！你莫甲我讲啊！结婚啊 ？No no no no。我感觉你这句话伤过恐怖啊！日本的自动洗身，迄敢是予老人用的，就是一寡照顾老人的机构用的。因为因可能爱帮老人洗身躯嘛。有想你个安怎？7号、5号，
毋过迄半暝仔就拜了啊，主席就拜了啊。是安怎？哦，甲三温暖合作，看起来足厉害的。我嘛需要一台，庙内底敢会当创这啊？提供大家洗身躯的服务啊！我昨3点外困，我即马伫遮，所以我等下关了，可能爱来补眠。哎哟，那安尼这就是我摕到1000万了后头一件要做的代志啊，大家。头一件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去买一台自动洗身躯的机器。这几天实在是伤冷啊！我惊我的身体袂堪住。建议上用钱洗人喙皮，那呢想要排队互我洗喙皮？用钱？啊，毋过我爱上摕到1000万呢，大家。着家到我都收1000万，我是无啥确定啦，因为敢若有一个限制。淘汰队，哎，搁淘汰一摆。你讲排队洗喙皮是无？1000万？哦，你是讲着家收1000万哦？我嘛刚刚洗喙皮 ，no 啦 ，no 啦。若是着1000万，我就真正要藏起来啊，大家。哎哟，系啊，我即摆伫遮讲，我着1000万就要藏起来。啊，若安尼有一天我藏起来，大家就知影我着1000万了呢。可是我着10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。你去做庙哦，昨咧讲，就心要去做兵，若是就心去做兵。哎哟，
什么这边，应该爱去冠生讲的啦，应该爱去钓人遐这边，甲因食好倒。后头我买一间套房加洗身躯的机器。哈？那还是洗身躯？先买啦。那安尼，恁一定会叫我洗身躯，就爱开海时，若是无开，恁就当作我无洗。我足巧的，拜托，我才袂互即种代志发生咧。我即马阁会当讲我有洗，我讲有洗是真正有洗呢，大家。苏西讲，这个我看到你呢，真搞炸！这个我看到你，看到你我真欢喜。我即马咧做主表，顺煞上，我若是着1000万，我会当创啥？啊，我即马比起做主表，较想要着1000万。若是我着1000万，我就毋免做主表啊，我就会当叫别人帮我做啊呢。对无？这种代志，应该是通交互别人做啦吼。外包，哎呦，都安怎？主表安怎做较好嘞？外包有人偌济，看伊要偌济啊！我若是有1000万，我应该会当，我毋知呢。其实我毋知影1000万到底实际上偌济。现在臭扑鼻什么意思？现在规个LC 也臭扑鼻啊！并且大名的高官的伙食是另外有人煮的。毋是，你敢是咧讲我无洗身躯？我看出来啊，我敢若看出来啊。我已经甲你看出啦。到底，实在是有够袂晓做主表的啦。后摆的，就是做主表海时，我都爱开画面，互大家看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你感觉无对着正中啊？足奇怪。
床啊，早熬早。若是我着1000万，我着请天惠来帮我做封面啦，我着请天惠来帮我做遮有诶无诶。一个月互伊5万，5万敢会伤少？巴肚疼。哦，巴肚疼，啊，伊即马敢好啊？是来细向。安尼就好呢。若无巴肚疼就麻烦呢。食早顿啊袂，我今仔日困伤晚，我今仔日原底是想讲起床，就是若是乱钟啊1点，啊我随起床就会当去煎2饼，结果我困到3-4分。嘛是有机会会当，就是总有一天，对，想想总是美好，而且伫想象中，我会当就是搁泡一杯咖啡啊，有一个就是牛奶茶啊，啥物货，结果事实上是我困到3-4分，想讲，我是开7点半还是8点半？啊，嗨啊，是7点半，啊，紧爬起来。对，今仔日，今仔日应该是我5分钟、10分钟。而且我第一时间其实是想讲，我应该，真早呢，那安尼我搁困一时啊。想到低头赞，毋是呢，我昨昏真正想我困啊，猛风赞有赞啊！请问写英文的猛，大家敢知影是咧歹意？应该知影着无？好，你先去食早，那你敢要帮我买早顿？讲到敢若天花就伫我边啊，共款。天花帮我买早顿啊！安尼。是安怎无爱？你敢无爱我？你一定是无爱我。天花无爱我，伤心。假意伤心。
话会了解。对，我甲你拢有食着的意思。安那，你想要甲人物生共款哦？无赖话，好朋友就是爱斗买早顿啊。咱敢毋是好朋友啊？啊，无怪，昨昏拍甲遐凶，原来就是因为今仔日。好啦，你紧去食早顿啦。哦，若是你要请我食中昼顿，我嘛是欢迎啊。你来，我就 go go。等等，哦，好，你先去啊，紧去，紧去。第二天，总算是完整做一天去啊。Sunday,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。这应该是。好啊，好啊。想那么想，试看觅。我咧做手表的时阵啊，就是一直咧试讲，这个小敢袂使啊，这个小袂使，然后咧换一个小，敢若中一个小较好呢，然后咧搁换一个，搁换一个，啊，搁换，搁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所以我做一个手表做有够久。甲朋友借钱，敢会出代志啊？哪会感觉甲朋友借钱，敢若就是要出代志的开始？就是迄个大家讲无出意外，就要出意外的状况。出意外就要出意外。
度做，莫做甲无法度做，拢毋是朋友哦。那安尼借钱敢莫还？袂使。朋友之间莫借钱较好啦。啊，毋过若是要借钱。无甲朋友借，要甲谁人借啊？卖甲阿母借，多谢阿母。那恁真正是爱多谢阿母呢，若是甲阿母借钱，阿你甲母，阿你甲母就是阿你甲大阿母的意思，阿母甲大，阿母甲大。我看你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种，我甲你敢若真熟，毋过佮敢若有了七分。我今仔日真正是一直咧有要讲话呢。豆家不，豆家，哦，豆，哎呀。哦，对呢，过年的时间，大家应该，若是有咧无用的人，应该拢真无用吼。是你啦，老师要来甲咱上课。胖哥在搞啥？啊！手机也无电，伊哟，甲电倒去。到底内底用切切呢？外口用较深的切色。手表敢若会真侪小水哦。大家过年敢有大考？
问这个问题，啊，毋过我要问，大家过年敢有大考？若无就加食外哈。啊，若有，你做了真好，过年就爱食较济。哎呦，我今年过年食着上喜欢的物件，应该是。想说过年当省一点嘛，你过年嘛共款食迄健康的物件。哟，去健身房，你要做泡派哦？你敢是做泡派？你敢知影泡派？是安怎做了？本来就大考要安怎办？啊？会当搁较大考啊？大考是无极限的，不能早熬早。应该有小可大题，应该无介济，特别漂免食淀粉。哦，大考是无？其实真会食着，有两，对，这里是2还是5啊？泡派啊，哪会无人知影泡派？唔知影泡派的人举手，哪有可能唔知影泡派？泡派呢？泡派就是食罐头会变。那我无啦，泡派呢？巫师知影泡派？巫师是少年人，所以德师嘛是少年人啊。你放一个假转来，就要开始承认我是成熟的人啊，成熟的人才会知影泡派，安尼我接受哦。是啊，因为这讲你根本无人知影。对啊，对啊，伊就食肥莲仔罐头，啊，就会变砰安尼。
你要做好啊，你要做好啊，你要做好啊！其实我无啥看过破派啦，毋是我咧讲，就是我迄阵较无咧看阿尼美，就是美式的阿尼美无看，我看较侪日本出，所以实际上的剧情，其实我敢若知影伊就是伊的坐船啊，就是。无就是向小着啊，就是我知影伊会坐船啊，啊，因某也是女朋友啊，就会摕罐头互伊食，拄着啥物危险是无？啊，就会摕罐头互伊食，啊，食了伊就会砰。就会雄雄开始食薰，还是创啥？反正就是会变甲足雄的，就是敢若知影迄个人，害我一直就是要食看的培灵仔罐头是啥物款的迄落呢？无看过培灵仔罐头呢？你敢有看过培灵仔罐头？就是拢敢若看伊咧食，毋过我无食过。而且培灵仔会当，就是滚滚的就变烂。浸伫迄个水内底，可能特别歹食。olive， 我头拄仔想讲 oil， 哦，所以是迄个培灵仔罐头，三色豆有青豆仔罐头，我知影，啊，毋过玲玲的罐头敢若无看过呢，啊，番麦就是大家有看过嘛。原来伊是麻烦的女朋友哦，我伫想讲伊敢是巧巧的人，结果敢若毋是。总算是要好啊，要好啊，要好啊！最后收尾啊，我的。Popeye， 啊？
伊个名咁，这要安怎念嘛？还是我来咕咕噜，我来咕咕噜看卖。哇，真正叫 Popeye， 还是就是念 Popeye。若是我有囝，若是我生囝，伊的英文名就叫做 Popeyes。啊好，阮囝有够可怜。我一定会对囡仔做好的，我甲恁讲。Armstrong Popeye， 还是恁要来做阮囝？哪有啊，无臭臭啦，我足胖的，胖公公，胖公公就是我呢。Armstrong Popeye。好，我感觉差不多啊。下，我大家看。这就是我即摆手表。明仔载，恁等我一下，小等我一下，我听一下地，要无声。小等我一下，2秒就转来。你先看一下手表哈。
你拜三就要入去啊？好，来大家小解一下我即个就是设计理念吼。拜一就是今仔日嘛，拜二就是明仔载嘛，拜三就是后日嘛，拜四就是拜四嘛。无啦，我就是照迄个原地图的色分迄个色。毋是，我应该是爱甲大家报告，就是明仔载是进前迄个台语大乱斗。迄届比赛的输的听法是爱唱歌喊成30分钟，明仔载就是要来行这个听法的喊成，所以是拜二的暗8点，明仔载8点要来耍专片。拜四的时阵是伫天花遐，我甲天花这个袂当讲，应该会当，袂要紧。天花敢有听着，若无就无听着。拜四的时阵，因为我甲天花要就是做伙唱一条日语歌，就是想讲找李娜老师来教阮安怎念正确的歌词，安尼，还有一个较神秘的计划，是互大家来。要甲大家讨声啦，要讨大家声，毋过实际上详细的规划，拜四的时阵去天花遐看，我会甲连结，就是正常，毋是正常，我会甲连结，就是放伫推特顶面，就是会想办法通知互大家知影。拜五的时阵，就是共款拜五的时阵，大家先莫看，我改一个。哎呀，好加载！你一定无看到对无？拜四是拜五中昼是共款的食中昼时间。无要搁开工食早顿啊！就心甘是天花送的妹妹，我甲你讲，这是有一个，就是较大条的代志，就是咱迄个天花是天花先拜呢。所以伊要做大姐，我当然嘛是毋敢讲毋好啊，对无？伊若要做姐姐，我是就是好啦，让伊啦，让互伊，就是感觉就是对囡仔吼，你若是会当对迄个人较好，你就对伊较好，因为吼对人无好诶。对人无好的人就多嘛，对吧？目标是变做大家的妹妹大家若是变做大家的妹妹，敢会着1000万？钱色妹妹应该，应该无这个目标啦。而且我感觉，对啊，大家拢叫我洗身躯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明明的，好，皆さんの新年，好，拜五中昼就是甲平常时同款的，就先陪你食中昼，安尼。是讲原本底，我即礼拜，恁敢有看顶礼拜有啥的害死？顶礼拜我是想讲，就是，若是伊
做一个较好的食谱，伊毋是写一个食谱，啊，我要照伊迄个食谱来做我的，就是做我的物件，来，就是哪样讲啊？来做一个物件，互我家己食。结果伊做迄什物三色豆仔甜粿，伊做什物三色豆仔甜粿，啊，佮用什物汤佮甜的佮咸的，我实在是无法度记载袂掉。所以我来考虑看卖，敢要小可调整一下迄个食谱。No， 伊毋拿三色豆仔尔吼。明明伊煮饭，我实在是吼，伊拢黑白甲我用，黑白用，就针对清茶敢会计较，什么意思？计较啥？有清就袂歹啊，佮计较。我来偷看一下伊最后的食谱生做安怎。伊的迄个食谱叫做三色豆仔哈豆甜粿汤，啊是，反正就是迄个物件袂当食啦，看起来都袂当食，是真正袂当食迄种袂当食。是咱熬炸，虽然讲我感觉差不多要结束我的海事啦，大概我要来试看卖，我敢会当使用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我敢会当选到要讲去上刀啊，就伊是黑暗料理界的。我这个光明的人，无法度甲伊迄种人做伙。我来看卖，这会当安怎？耶？敢若袂当降去啉罐生遐呢？我即摆咧，就是。我即摆看到有2台，对啊，头一摆下子讲了，有2个人，你所在熬炸啊！那呢，我想讲，若是你介意今仔日的海鲜，你通试下骹的赞，佮有边仔的订阅，啊，若是你想要看到更较侪就新的人，追踪就新的 Twitter 加 Instagram 伫下骹，链接拢伫下骹。说明的所在啊，即摆咧决定，就是要去倒位，我来偷看一下别人咧创啥。有2个人，就市场不是有2个人，一个是。16月，伊咧看伊的早安电台，伊咧看新闻的款，来偷看伊咧。像我这种脸蛋，我这种身材，前凸后翘，然后该有的都有。但你，伊即摆的新闻，伊即摆的新闻非常的特别，就是伊即摆的新闻是有一个哦，我头大发现啊，就是因要秀蹦啊，
迄个查某囡仔甲人讲，若是你要秀蹦，你着爱红包较大包的。恁敢想要去看这个新闻？另外一台是狐狸咧做工课。咧啉饮料。喝茶楼，加温情。恁较想要去倒位？因看起来应该拢阁会开一时啊，啊，毋过是安怎袂当去冠生遐啊？我本来拢想好我要接伊的迄个，对啊，袂当去。那呢，咱去，我感觉足欢喜的呢，就是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。我想要有淡薄想要看迄个，较无爱，较袂晓画就什么相册，安尼讲，袂要紧啊，袂要紧。阿酸早安牛早啊，互阿酸拣啊，阿酸我甲你讲我要关啊，啊，毋过你拣家去看林冠生着。我即摆咧决定要去倒位。飞轮机，坐飞轮机，头一摆坐飞轮机，结果当然根本失败，感觉会失败。但是咱来看讨红包的新闻。讨红包的新闻敢若袂歹。因为我家己就想要看，应该袂，我来试看觅，应该袂，应该会使，应该。阿酸搁伫饭店哦，那你阿酸好啊佚佗呢，啊食好饱。无，我无碰，我今仔日足巧的，我今仔日手表拢做好啊，等下就要来，就是来铺文铺手表啊。好，我要出发啦，大家。但是你念注意，那呢？飞起来，哇，有够暖。大家安全带好好，咱做伙。做伙快乐的出航了，啊，毋过快乐的出航，敢若是坐船呢。好啦，不要紧，快乐出航了。一首，大家拜拜，爱讲拍就好呢。